防疫期间尽量留在家里，没有事不要外出，外出要戴口罩，不要在外面吃东西。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给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我有诶，毋是钱，是钱无要互我有。我无遐有钱，我有诶，毋是钱。哈？我听到有啥啥呢？啊，恁两个到底是啥较有钱啦？你敢知影有啥物你会落地甲？我是无辜的啦。来到我遮诶人，大家嘛拢讲伊冤枉诶、无辜诶啊。我只是看到阮朋友牵一个有心的咧相拍，我想讲过来斗相共一个，拍比较公平啊。你之前是真介意阮学校诶校花吗？啊，凊彩放弃啊！后来才知影伊嘛介意我，安尼毋是真好。我对品味佳女人无啥物兴趣啦。风吹作者白灵，富有德相，小小的希望会用伊获得偌悬呢？长长一生，无非安尼一场游戏，悠悠一线，却想要空景做天空，有大嫂去哩，搁再去哩，拢强要看无啊！缘着好地，我开始游着天空奔走，课文赏识，本诗一开始就以富有德相点出放风吹的人心中共同的期望，期望风吹放甲愈悬愈好。这小小的希望，其实嘛是人生中千分德相的挂望。所以讲，长长一生，无非安尼一场游戏，既是一场游戏。那安尼就认真打算，即使是悠悠一线，嘛爱甲景做天空有大嫂，展现出人定胜天的雄心壮志，去哩，搁再去哩，显示迄种积极奋斗的不懈毅力，最后会用伊游着天空奔走。诗、空、散文上大的无共，但是诗擅长以简单的意象、精炼的文字，带领读者飞直直广大的想象空间，思索人生。风吹一时，正正说明了这种以小有大、以有限蕴含无限的特色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意这撮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刷订爱看。6日 Camber 每晚暗时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注意理解观察，相信科学的人。唔相信科学的人，无了解科学的人，贪图方便的人，相信技术的人，相信技术的人。領域展開。